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胡适蛇年没能实现开门红准确的说应该是红了一下，但是最后掉链子了。这个沪指跌了 0.65%， 深成指涨了 0.08%， 创业板指数跌了 0.04%。当天两市成交额 1.29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节前那个交易日多了1700亿。3433只股票上涨，1850只股票下跌。盘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以这个 DeepSeek 为首的这个科技题材大涨，而这个金融股则成为拖累指数的罪魁祸首这个资金流出100亿，说明有机构在跑路。昨天的节目里面我说了高开那就是咱们金融消费者跑路的最佳时机。今天沪指就是高开，很显然所有的金融消费者好像就等着高开，一开大家都跑，所以他就坚持了几分钟立马就跳水，因为大家都已经训练出来了经过春节期间这么长时间的训练烘托，对吧？又是什么境外什么中国资产暴涨，什么 A50 暴涨，什么金融指数暴涨，甚至我们在休假的时候，这港股不是开盘了吗？港股都涨了几%，让人感觉这个蛇年胡适开门红那是妥了。各种中介对吧？各种衬托牛市重现。DeepSeek 概念股今天是集体大涨什么安凯撒、安恒信息、每日互动、方信科技、青云科技、网梦科技、360这个360是蹭流量的，居然都能涨停还有韩钢股份，韩钢股份也是人工智能也真是找谁说理去就邪了大门韩钢股份一家搞钢铁的，它居然也是人工智能。昨天我节目就说了这个你如果买了运气你买了这个人工智能或者科技或者跟 DeepSeek 挂钩的沾边的，见好就收，赚钱就跑，不要留念。这不是我说的连 DeepSeek 自己他都这么说。有人就问这个 DeepSeek 说现在对 DeepSeek 一致看好，同花顺新增了同名概念板块，各种小表格满天飞。在这种情况下，明天开盘后最佳的交易策略是什么？给出你最直接的建议，骂脏话都可以。这个 DeepSeek 经过深度思考说直接上干货，操盘核心叫别他妈傻乎乎追高。现在全网都在吹票，开盘必被顶成傻逼。记住，所有的韭菜都看好的时候，镰刀已经磨好了。你看这是 DeepSeek 自己说的。然后说竞价策略他说如果板块龙头直接顶一字，就是开盘直接封涨停他说那么直接放弃，这他妈就是名牌钓鱼局高开超过 5% 的砸毛票，直接核按钮伺候，谁追谁死。然后他给出了黄金操作窗口，他说开盘30分钟内只看不买，等第一波韭菜冲进去被砸成猪头，10点后观察换手率，找爆量回风的真龙头，然后必杀技是吧？尾盘偷鸡14点50看板块强度，如果整体回落，当龙头站稳分时均线，直接上融资参干。但记住第二天必须滚蛋，止损铁律，说单日浮亏超 5% 的直接剁掉，别幻想跌破50线必须割肉，深套超过 20% 的就准备销户吧。最后他说记住这种突发概念 99% 都是套人的剧本，真想赚钱就去挖还没有启动的产业链暗线，别在名牌概念里当炮灰这是 DeepSeek 给的建议冲这个这个 DeepSeek 就是换方量化，他就应该给 DeepSeek 办一个这个叫证券资格这个从业资格证否则你说他就这么给散户提供建议，这行吗？符合这个监管的规定吗？这么下去了，他有可能提供这个股票代码了，对吧？让你买哪只股票，教你怎么去炒股，几点几分多少的价钱买入哪只股票，一会儿 DeepSeek 带你发财。不管怎么说这个 DeepSeek 说的比那些抖音直播间里面那些什么带你炒股的老师要靠谱得多我为什么说 DeepSeek 差不离就行了呢？这东西热度一过去马上就一地鸡毛。我做了好几期关于 DeepSeek 的节目，我还是比较看好就是 DeepSeek 它的应用，就是人民群众需要这样的产品，但是它到底能不能接得住，这是个问题。这个 DeepSeek 现在也火了半个月了，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它还有点不太对头，感觉是炒糊了。虽然我希望它能够正常。现在网上铺天盖地的是对 DeepSeek 那个 CEO 叫梁文峰那就简直是在造神了。这个已经过了这很显然就是没得吹，只好吹这些乱七八糟的。
开始神话，对吧？这个从侧面也反映啊，这个 DeepSeek 恐怕是有问题。哎，如果它本身很厉害，你没必要去吹这些创始人呢，就没必要去给这人造神。正因为你底子不够，所以才造神呢。造神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不容置疑，对吧？你得迷信。所以 DeepSeek 这个还是边走边看，不要盲目乐观呢。这个澎湃新闻报道啊，说钢企也 DeepSeek， 杭钢股份暂停，联合国产 GPU 团队技术攻关。2月5日，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600126早盘快速封涨停板，股价报 5.72 元每股，这是该股年内第4次涨停，年内累计涨幅达 19.67%， 涨了将近 20% 啊！近5个交易日更飙升 23.3%。杭钢股份今日涨停，直接催化剂是其在算力、租赁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结合。2月3日，杭钢股份全资子公司浙江省数据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已完成 DeepSeek R1 大模型的适配工作，并基于国产 GPU 集群实现了从70亿参数到170亿参数的全系列真流模型部署。 DeepSeek 大模型近期因在美国等海外市场下载量登顶而备受关注，其显著降低训练成本，性能接近国际顶尖水平。而杭钢股份作为浙江国资旗下企业，此次技术适配不仅强化了其国产替代概念，更直接受益于国内云计算服务需求的激增。这是澎湃新闻报道的啊，一个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啊，就这么着啊，深深的跟人工智能扯上了，什么算力、租赁。实际上我最近啊一直在用 DeepSeek， 我发现啊，不是服务器帮忙，就是很多问题他回答不了。就我希望啊，这是他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小障碍，连什么企业都跟 DeepSeek 扯上了，都跟人工智能扯上，还有个360，这明显是蹭流量的，也能涨停。那所以呀，金融消费者警惕，不要去买单。说到这个 DeepSeek 走这个爆火啊，那么咱们就应该想到，咱们湖市里还有一只奇葩股票叫寒武纪。你寒武纪，你不管它是干什么的，总之人家对标的是英伟达。那这个 DeepSeek 走火，就导致英伟达的股价暴跌。你看这个是不是导火索吧？因为英伟达的爆红啊，是因为人工智能啊对算力的这种无穷无尽的需求，所以英伟达它的市值在不停的涨，这就是个逻辑啊。那现在 DeepSeek 一红之后呢，让人感觉到好像算力啊也不是那么特别重要，因为这个英伟达DeepSeek 用很小的这个成本就能训练数据。既然你对标的是英伟达，那寒武纪前途在哪里啊？它可还没有盈利啊，这不就夭折了吗？去年涨了4-5倍，市值现在几千亿啊，股价700块，一个没有盈利的公司，不知道有多少散户在里面哭啊。你说这些人被套是不是活该呢？是不是咎由自取啊？这一刀割的，你被套在英伟达里面还情有可原，因为英伟达毕竟它是盈利，它赚钱。你要套在寒武纪里面，那只能哭了。打败寒武纪的不是英伟达，对吧？也不是其他的什么国产替代芯片，打败寒武纪的居然是 DeepSeek。人家告诉你不需要那么多算力。今天啊，还有一个板块比较亮眼，那就是影视板块。今天一开盘啊，这个影视板块纷纷大跌啊，它跟那个科技股什么人工智能完全相反。射雕概念股跌停，横店影视跌停，中国电影大跌。恐怕啊也是一跌停收盘的。这个我一直说啊，这个资本市场是比较诚实的，是吧？票房有没有造假，票房有没有铺盖，通过股价就能一目了然。射雕概念股节前恐怕火了一把，配合这个喉舌啊，配合这个央媒啊宣传，那跟射雕有关的上市公司啊，股价都涨了，这一下好了。被套的啊也是咎由自取。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啊，截至2月5日，2025年春节档票房是95亿元，观影人次是1.87亿。然后这个主要的是有6部这个影片的票房啊，春节档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闹海48.4亿元，唐探22.8亿元，封神第2部9.98亿元，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5.9亿元，熊出没5.09亿元，蛟龙行动2.74亿元。这里面显著的特征就是割爱国韭菜的，割这个收割爱国流量的，好像都歇菜了。这个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才5.92亿，根据媒体宣传啊，它的整个成本恐怕在5亿。那这个制片方啊，投资方恐怕不赚钱了。那还有一个叫什么蛟龙行动的，那就更扯啊。据说这个片子制作成本更高，这回裤衩子都配掉了。我们再看啊，这个经济观察报报道的说，2025年投资意愿提升，他是怎么说的呢？100位机构投资者看2025年投资，股票配置意愿提升，看好2季度投资。2025年100位机构投资者调查显示，投资者对股票市场配置意愿
提升，股票以 70.8% 的得票率居2025年最值得投资的资产榜首，超60%受访者预期2025年投资收益率在 10%到 40%。 53.9% 的受访者预计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在 4.5% 到 5%。 96.5% 的受访者认为宏观政策是影响2025年 A 股市场的重要因素，超60%认为2025年流动性充裕，半数受访者看好二季度投资机会，最看好半导体、技术硬件如设备、银行等板块。这是100位机构投资者啊，他们的看法，也活该这些机构赔钱呢。我们再看看啊，这个是财联社报道啊，说2025年2月7号，村长啊出任第10任这个村长，正好满1年。他还专门啊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文章说的很长，我们就不去看了，我只谈谈我的感想啊。我记得这个村长啊，去年这个时候这是临危受命啊，据说是突然接到通知，不容他思考啊，立马就到北京，下午就带到这个富凯大厦，就走马上任了。因为事发突然，所以这个资本市场对这个解读是利好，说明已经看不下去了。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不是连连创新低吗？换人如换刀啊，所以后面啊这个胡适也来了一轮波澜壮阔的反弹，大家还记得吧？我在那时候做节目就说了，换人解决问题能解决得了吗？村长的权力才多大呀？每只股票后面都住着一个神仙，哪个神仙的级别不比村长高啊？你能动得了哪一个啊？那些后面神仙倒台的股票才被清理出去，这跟西游记上面的孙悟空打妖怪差不多啊，对吧？你村长说这个说那个，严监管又是这样又是那样，你最后呢还得向各种势力低头，资本市场的根本，对吧？本质没有发生改变，对吧？这1年来搞了个啥？罚了几百亿啊，这是实实在在的成绩。这几百亿罚没收入啊，这不是开玩笑的。但是如果从融资角度来看，对吧？这一届的村长2024年那可是乏善可陈啊，因为 IPO 就相当于暂停了嘛， IPO 的金额少了 80%， 好像是这样吧。股民呢开心了吗？金融消费者高兴了吗？金融消费者还在骂娘。上一任村长他虽然把消费者得罪了，但是好歹那头融资的人呢乐哈哈，对吧？咱们即便是这个口罩期间啊就那么惨，咱们这个融资额都是全球第一，咱美国都只能看我们的这个零头啊。就上一任村长他好歹把一般人伺候好了，你受苦的是金融消费者。那这一任村长呢，两头都得罪了，都不讨好。金融消费者高兴了吗？没有，对吧？你把那么多人 IPO 吓回去了，很多人那个都已经要过会了，吓得赶紧撤回去，这些人能开心得了吗？还有那个马可波罗，那就玩命的要上市啊，就这么个垃圾公司，对吧？一个应该叫淘汰产能啊，对吧？夕阳工业跟房地产挂钩的，又是高能耗高污染的一个企业，它居然要上市，这背后又住着哪个神仙呢？村长有办法吗？还有一个叫饮食创新。根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说，饮食正考虑在香港进行 IPO。近日，饮食创新在科创板 IPO 进程更新，公司在股市中的停滞使饮食创新成了投资者关注的焦点。饮食创新的情况引起了多方讨论，其过去3年因证监会的审查而处于停滞状态。尽管面临压力，饮食创新依然坚持更新财务数据，并声称坚决不撤回。这个饮食创新就是玩命的就要在 A 股要 IPO， 你就是怎么审查的，他给你补资料，坚决不撤回。村长有办法吗？哪个都管不了。所以说换人呢，就能有牛市，这个未免也太想当然了。这个不是换个村长的问题，村长也是有苦说不出啊。我们再看看这胡锦老师对这个马斯克在美国搞的这个叫裁员吧，感觉是幸灾乐祸。胡锦老师说美国国际开发署这个传说中的颜色革命中枢被特朗普政府一锅端了，关闭国际开发署的方式让全世界开了眼。2月3日，政府效率部主管马斯克发帖称特朗普总统已同意关闭 USAID， 就是这个国际开发署关闭是立即的，没有任何商量的，于当天不再能够使用中心的各种设备，离开后也不能够进入中心大楼。同一天，特朗普任命国务卿卢比奥为代理署长，这意味着这个国际开发署一下子从一个独立机构变成美国国务院的下级部门，其预算将遭到大幅削减。国际开发署成为特朗普上台后的第一个被优化的联邦机构。国际开发署是
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援助机构，本有1万名左右的正式雇员，其中7000多人在海外。2024年，国际开发署预算高达500亿美元。在马斯克提出的4年节省2万亿美元宏大目标的背景下，国际开发署自然成了重点关注对象。马斯克说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有虫的苹果，而是一团虫。国际开发署就是一团虫。这个胡锡进老师对马斯克的处理方式也大为震惊他说马斯克找了6名19到25岁的年轻人来帮他处理这件事，他们都是初生牛犊，其中3人大学还没有毕业，给国际开发署员工写信，告诉他们星期一不用来上班的那个人就是年仅25岁的克里格，他在人事管理办公室被列为主任特别顾问。胡锡进说马斯克显然知道找一些成熟的助手帮他办不了这件事，他们会下不去手，但没怎么在职场江湖上混过的这6个人却可以无所顾忌，按照年轻人的想象肆意挥洒。20岁左右的年轻人看复杂的官僚机构很容易觉得荒诞，他们可不是什么稳重留有余地，对他们来说直接取消几个人回国际开发署的门卡，这样的改革最痛快也最彻底。特朗普看到马斯克带6名年轻人给国际开发署掀桌子，大概也觉得有些震动，他面向摄像头再次做了表态，只有在我同意的意见下，马斯克才有权解雇那些他认为不好的人。从管理和成本的角度看，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未经我们批准，埃隆·马斯克不能也不会做任何事情，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批准，在不合适的情况下我们不会这样做。胡锡进老师一直从毕业之后就国企待在这个体制内有编制嘛，所以说他就没有经历过裁员，所以他对马斯克做的这一切一方面是出于他对裁员的这种叫缺乏亲身体验，或者甚至都没有接触过，一方面他也是对政府机构被这么裁他也不能接受，所以胡锡进老师就大呼小叫像这种一锅端把一个部门给裁掉让你进来了，你再出去你就进不来了，对吧？进来就通知你，比如说有很多公司裁员的时候没有任何通知早上突然通知，或者是就是宣布这个部门被解散，然后大家的这个补偿是多少 N+1 还是 N 还是 N+2， 然后现在就回去收拾东西就在你开会的时候，你的电脑什么权限什么都没了，你再回去说我这边电脑再整一整，都系统也进不去了，你的门禁卡也消了这个时候你去人事签协议，你要觉得合适一签走人了，你不用什么我这还有交接，没有，不需要，对吧？这种裁员大家也见过吧，就有的一个部门就不需要了，或者有的是几个部门，对吧？一条业务线整个砍掉就不要了，这多正常越是大厂我告诉你，越是腾讯什么华为阿里这种大厂，它越是这样严格。这个马斯克他把那个推特我记得是多少人裁了一大半呢，裁了70%吧，而且马斯克呢正好裁员的时候正好是疫情期间嘛，他是直接视频裁员，对吧？视频通话的时候说你解雇了，胡锡进老师接受不了这种。胡锡进老师他理解的裁员恐怕是先要做思想工作把你叫来谈话，密集谈话，对吧？小领导先谈，然后大领导谈完人事再谈，告诉你裁员的重要意义，对吧？首先感谢你为这个企业做了这么多年工作，没有功劳也苦了，对吧？第二个人告诉你这个裁员是迫不得已都是为国家做贡献，对吧？你是个螺丝钉从这儿离开到别的地方一样的可以发挥自己的余热，发挥你的光芒，不要有什么想不开的，对吧？想不通到时候回来可以找我们沟通聊一聊。胡锡进理解的裁员恐怕是这种的，然后裁来裁去裁半年他们单位裁人，环球时报裁人估计就这样，或者环球时报就没裁过人。马斯克找6个甚至还3个在校大学生，6个年轻人进驻到这个国际开发署，为什么呢？他连睡袋都准备好了就准备睡在那儿。为什么6个年轻人呢？不是说年轻人不懂人情世故，而是人家这次来审计人家要通过这个科技手段，对吧？他不是请审计人员来审计，人家请的是技术人员，直接就把国际开发署的这个数据库你给谁付了钱，付了多少，人家直接去调这些数据，那到你系统里直接去调这数据，不是看你的账本，他是调你的打款记录，给谁打的钱，对吧？你这国际开发署一共是预算是多少？比如说500亿，你这500亿都花哪儿去了？他现在要核对你这500亿去哪儿了，不是靠人工去核对，他是靠程序大数据把这名单拉出来进行分析。他这种搞法叫多快好省，不用看你的账本，慢慢看。最后胡锡进老师恐怕也是担心哪一天这种搞法搞到他头上，作为体制内的人多多少少有些担心因为他没有享受过这种裁员的待遇突然通知你不用来了，你一切权限都没有了，没有什么老干部处动不动还去关怀你一下。
所以胡锡进老师很矛盾啊，表面上他对这个国际开发署被裁掉幸灾乐祸，实际上他也担心他落得国际开发署一样的命运。一方面赞赏马斯克的这种效率这种做法，一方面又暗中排斥或者批评马斯克这种不近人情一刀切，所以反映了胡锡进老师体制内的这种矛盾的心态。作为韭菜来说，看到这种新闻没有任何感觉，因为我们难免被人这么裁过，即使你没有被裁过，但你裁过别人或者你见过，叫见怪不怪。所以只有胡锡进老师才会大惊小怪。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